来乡亲啊，这个全世界上早出世的早产儿是23礼拜来出世，台中破这个纪录。有一个小女婴21礼拜，佮5天就来出世。本地想讲，这个无到22礼拜就生出来的红婴仔，要活是真困难。想袂到这个囡仔一生出来就放声大哭。所有人拢真意外，嘛真感动，马上甲急救。即摆这个小女婴已经9个多月了，体重6公斤3，白白胖胖，真健康，真古锥。红婴仔住伫咧保温箱内底，鼻接送水的管线，身躯搭感测仪器，压喙夹一支名机，甲名机当作是牛铃喙仔伫咧数。那这位红婴仔是早产，21礼拜佮5天大时就出世啊。他那时候出生有哭，因为我们都有点惊讶，我们以为他就会没有声音什么的。伊出世刚有370公克，含一罐阿鲁米量的差不多重，身躯嘛真细，含一包奥斯莫尼白大，甚至含一包名机差不多长，骹部嘛刚有大人的半只手指头啊，这么大只。3天就去自费快筛一次，然后就去看他，会对声音很敏感，会刺激到他，有可能就会血管就会爆掉。妈妈挂心查某囝，就算还搁伫咧做月内，嘛是逐工走病院，每3天动一摆片仔做快筛，直到查某囝出院。血氧比较低的时候，他机器就会叫，比照顾一般新生儿又更不敢睡觉。等去找照顾，阁是一个挑战，因为查某囝早产，而且阁是真早就出世，细胞未完全发育，爱固定会上手，随时监测伊的血氧量。那我们这一个早产儿其实突破的一个创举是，它是21周又5天的早产儿。那事实上，22周以下几乎很少有存活的案例，而这个 case 它既存活下来了，而且又头好壮壮，非常健康。没有并发症。查某婴主治医生讲，伊是全世界上早出世的囡仔蛋，而且伊想要活落来意志，互接生团队真感动。即摆查某婴已经9个月大，体重6.3公斤重，皮肤白泡泡、幼咪咪，佮杏仁。伊倒伫咧妈妈的大腿，目睭挺甲真大蕊，有够高嘴。伊若创下全世界上早出世的早产儿纪录，嘛有大家看到生命坚强的人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